继续来看卫福部长陈时中伊所率领的防疫团队成功来抗疫，得到全民的肯定，所以外界就开始甲敬了，希望伊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后一届的台北市长。过去陈时中拢是直接来拒绝，但是昨到广播电台接受到专访，是来改变着过去的讲法，笑笑来回讲后摆的代志真歹讲，先甲任内的代志做好上重要。也毋过其实台北市长无好做哦。像这个郭文铁进前来批评民进党一党专政，就去互伊进前的幕僚，也就是即摆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浩明大力甲批评。台北市长郭文铁前发言人林浩明关系真好，因为林浩明去民进党开始出现变化。林浩明伫面帖顶面骂讲台湾无一党专政，也毋过用政是一人专政。头一句就写郭文铁，加上郭文铁较早自比雍正，这个字句拢有针对性。我看赫明安批你自比雍正一人专政更可怕。一人专政有一党专政可怕吗？较早高进去，即摆郭文铁第二任的市长任内，民调拢排伫后壁，所以政治路恐惊无遐好行。另外，这位医生的政治路就加真乐观。到时人杀你出来选台北市长，你会去选袂？迄种以后的代志啊，吼，迄种无法度即马来讲得准的啦。讲到这个代志，但市长一路拢讲无想过，本身嘛无选举经验，因某嘛会反对，即摆有留一个后步。你有兴趣无？我就讲我毋捌想过这个代志啊。对民进党来讲，你是足好的牌，你知影无？我叫做王牌，因为即马依然是卫福部长，但是中对着未来代志拢无加讲。那么既然对选举无排天，未来被塞上正线，大家嘛应该袂意外。